成这个无经过加工的哦，叫做无为法。哦，因讲你讲有为法啊，无为法，咧这个本身是无为法，所以迄个珠宝有咧经过加工，有咧经过车，天然浑成，浑然天成对啦吼，所以独伊无字，都敢若一年啊，一项就对，一点就对啦吼，这就是咱个心中的无念无住啦吼。伊讲你甲找蜜汤不可见，千里风明书万里求考关，要去找你就找无着啦。打破铁鞋，你就铁鞋你就无通去找，叫做蜜汤不可见，其实不是外口，武家珠宝不是外口你免找，你只要关关自照。就吹你了啦，所以心经大人讲，观自在菩萨，迄就是你讲的回光返照，菩萨就在你身上，你心中对了啊。密他不可见，出入无门，要出去找无着门口，门都没有，所以今仔日民俗甲你点就是要互你知影门户，所以迄个就是来出入口就是出口处。入口就是出口处，你入来迄个所在就是后日要出的路了。啊，叫做生来暑气见当前。咱咧经常时咧，点就是讲啊，生来暑气见当前。过去无啥，无想到的啦。所以内底一点就是甲你讲啦，讲幕后一早习未了，明人在处事一番。渔夫适得还乡道，生来暑气见当前。讲过去外头一中，迄过去民书拢无讲的，今日民书才甲你讲的，要互你怎，互你知影还乡道，渔夫迄戆戆的迄啦吼，啊，要毋是讲戆戆啦，迄较古意的迄啦吼，迄个知影两意，要两意我就知影，毋是迄头晓的、聪明的会当转去啊，会当知影。含迄落迄单纯的迄落无心机的迄落渔夫适得还乡道，生来暑气见当前，迄个生死问题啊，你民俗一指迄个所在就对啦所以回你的无快问候对啦啊，你对啊，处处在方寸。处就是处理，就是离迄个所在无前无后，不左不右，迄叫做独立，就这叫做独立而不改，独立而不改，袂改变就对啦伊独立而袂改变，左行而不殆，伊的周行之不殆，就讲无停就对啦。民书点这个叫做独立而不改，这个叫做左行而不殆，无停就对了。所以呢，伊讲言之一切处，迄个言就是讲民书点，咱的灵性，当即个身躯的时阵，迄点伫遐，到尾啊伊爱拖开，你感觉看迄地方迄人家人受尽了，拢有一点无？迄个叫做迄点叫做独立而不改。啊，即个空经开到所有时，咱即个已经生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拢完成，就是一个小天地，伊咧伊就甲你运行，运行你的全身躯。所以道德经、清净经带来咱讲，大道无形
平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人权，大道无形，中庸万物。我不敌机灵，用命换道，清明日的敬礼的所在啊。所以讲，处处在方寸，言出一切处。但是啊，你若不信受，你若唔相信，你若唔接受，相互不相应啊，有拄着擦身而过，有拄着，咱无拄着咧。啊，一宝山空气，哦，所以咱今日有闲无？哦，因为咱今日大家拢有信受奉献，信受奉献啊，吼，所以呢，这是咧甲咱讲的吼，所以呢，而且个正道哥伊就甲咱讲，这点的本性是不可为不可战。体若虚空勿涯岸，不离当处常湛然，秘籍之间不可见。哦，讲你找无对啦，你咧甲诽谤嘛无效啦，哦，你咧甲赞叹嘛不得对啦，吼，因为呢，伊如如不动，哦，它的本体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什么，没有界限。泰国话讲的安来空气，没有迄个界，无界止就对了，哦，所以你经典甲咱讲功小以小，啊，甲一个讲大，讲大呢，天下无能战，以大天地莫能战，以小讲小。天下莫能破，叫做无懈可击，无通互你甲破掉了吼。所以呢，体若虚空，没有物也暗，哦。但是伊若如如不动，你不离当处，常湛然，拢伫迄所在，当你毋是不改，而遐呢，时时咧放光明对啦吼。咱的本性时时放光明。咱本来就光明的啊，是因为咱，伊就叫看掉的啊，或者要看掉的啊，我叫做要看掉的啊，所以无光明啊，哦，所以今仔日求道叫做开光点明，敢是安尼？哦，其实伊遐，伊咧双书的拢有咧启示啊，哦，你来看迄个。房间的书记啊，咧车，咧吼店主吼，伊就讲，伊讲啦，积极个性一起下行，吼，对不对？吼，就向天就对啦，吼。五经百变对天地，就四山作性灵，空性数我文昌笔，万世有我灵作性。点天天天清，点地地灵灵，点人人中心，点主有有。对不对？点眼明，点耳聪，点足有咧入安尼啊吼。迄是啥？迄就是二道地经就已经甲咱证明，讲天啊得一即清，地得一即灵，人得一即善。咱人啊得到一，你有机会你就成圣，哦。迄道地经，迄个离迄个啦，道地经就甲咱证明啊，吼，迄毋是乌白念的呢吼，咱念咧做意思的吼，敢是吼，点眼明，点就是啥？就是点明性，走到目睭会看，走到耳会听，走到骹会行，足运行。是啥？是迄点咧，甲咱运行，所以讲大道无情运行人权，内底咧甲你讲这物件对啦吼。所以你若相信吼，你若相信吼，你就爱奉献，再信受奉献对啦吼。所以呢，要对得出来，出门对得出来。
伊个面门厝面门啦，咱拢有面门无？迄个人讲古讲哦，拍了对迄个面门拍了对不对？我拄则我亲到对啦吼，做一样对啦吼，迄个面门哦，对迄个春秋文吼，应物随情，应物随情就是讲运行哦，运行万物就对啦吼。所以伫迄个大罗经，迄个宋朝罗大清伊就讲啦：但留方寸地，留以祖孙根。方寸之地，山柱虽不见经传，却已甚远。这就是在讲迄个处处在方寸对啦吼。我简单甲问一个啦，解释一个啦吼，因为无啥时间吼。有伫永嘉大师呢，咱即摆拢请咧陪即个永嘉大师啦吼，迄内底真正拢甲你讲个秘密就对啦吼。你内底吼，伊咧尾咧甲你讲，华中王最高圣，恒沙如来同共振。我今解处如一珠，信受之者皆相应。伊讲道就是法中之用，摩尼波珠就是万物之宝，吼。最高圣、最无上、上无上的，叫做无上法、无上无上法。所以泰国话讲啥？阿鲁达拉谈，吼，阿鲁达拉就是讲最无上的物件，对啦吼。所以呢，最高性的对啦吼。所有的过去的佛菩萨。像迄个山遐济，迄已经升到去迄，拢因为得到一点来证道啦吼，正道哦，所以永嘉大师嘛是安尼咧正道嘛，得到这点呾，伊来做迄个正道歌啦吼。伊讲我即摆去找着即粒如意珠，我解开即个如意珠啊，我明着即粒如意珠伫我身上，吼，我后一等我倒去。了解通体的，哦，这个宇宙的物件对啦吼，所以咱若信受之者皆相应，咱就爱咱，哦，爱去信受奉行就对啦吼。所以来教成，所以咱开龙正会继往圣啦吼，是生活的相信。毋是迄个名相的表白，咱来看道东图对不对？其实是咧讲生活，毋是咧表白迄个。哦，这个祖师，迄个祖师，那是四代祖，不是在明显的表白对啦吼。所以，咧继往性，就是继承圣人所传落来的物件对啦吼。所以，继往开来。这啥？传宗接代啦，传宗接代。咱若即摆吼，少年仔拢有传吼，传无都传宗接代啦。其实就是讲这个吼，真正意义就是咧传宗就是说，这个啦，继往开来，继往性开来哈，就是伊。分分为团本体，事事如安尼咧传道对啦吼。所以呢，有作者来讲，不是本心，奢华无益。你若唔知影，咱一个自信，你若有去悟着咧自信，你去找，而家咧，你若找着。代替你个啦，所以叫做一履偶失千大象，这点就叫咩？非常的细，这点下反对所有这个外围，搁亲像一只大树是啥？你迄点中迄点就搁亲像一条迄个莲藕丝遐细，你若去掠着迄点独立而不改迄点。掠的规个就拢对你走去啦，就像即只牛，迄牛片仔吼，迄人钓的对不对？说钓的，迄只牛佮较大只就走，就对你走对啦吼。
所以迄个脾，这个脾有重要无？这个脾就是咱身躯的开始，叫做脾脏。做做家啦，说迄个做你家对了，哦，入面就是这个所在，这叫做脾脏、脾主，脾主就是上大声的对啦，哦。所以五组传到六组，伊在讲吼，你会当做地人来做事啦，吼，但是你爱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无将来，无能定绝，无能断绝，哦。就是讲，你爱自心，你这个念头爱顾好，爱有正心，哦，啊，你爱个啥？爱个广度有情，叫做利他，哦，继续，互这个金线袂叫动就对啦，无能定绝，毋是到你遮为止啊，对啦，哦，哦，那么六组传甲六组咧，传到这啥咧？八世家火体落来，咱嘛。到咱的师尊师父18代祖，佮传到规咱落来，咱敢通互这个金线叫动伊？袂使啊，吼！因为迄是咱的师命，咱嘛爱哪？爱留无将来，广度有情，无能断绝，哦。所以伫西车呢，这个张载讲：为天地入心，为生民入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求太平。要安怎替天地入心？因为咱爱成立到遮来，咱爱亲人做主。咱若无亲人做主，要咱为天地入心，哦，咱自顾不暇，家己这个顾袂好势啊，要安怎去度化众生？咱若修啊做歹，修啊做无好啦，哦，都要讲给人听啦，哦，咱要来相信，哦。所以咱亲人做主立天心，哦，安心立命度分心，安心立命就是讲咱的心爱安的，哦，安身立命，咱的心爱静，哦，啊修好把根留住，咱这师尊讲话，咱根爱留咧，哦，叫做自觉达他，哦，心传一脉成仙境，大道宏开万事。安尼，才会当来继往圣，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求太平哦。所以咱老母娘的这个训主席内底呢，伊讲这条的身份的光明大道，是先天特权后天的因素，为度化挽救方便的芸芸众生，每一个人拢会当回归自性的观点，登上回天的大法座嘛吼。这条相片就是泰国，泰国无像伊若咧做庆典啥，拢名咧对啦吼。互我即个好奇，我怎去甲看伊咧，到底咧变啥物出头对啦吼。伊咧去吼，大家拢咧顶悬拢有咧哪，拢有牵线一条条，安尼拄起来拄好像哪。你拢用迄上，看迄线一条条规线吼，所以人对迄个线头遐中迄个绳子，即个绳子的中间吼，对一条线落来，迄条线对落来吼，若火烧伊是有咧，火烧是有咧啦。若去这信徒吼，大家就拢摕来放，从口里头啊放咧对啦吼。这个是你该听上，但是，哦，泰国为什么应该水放背水该水不能水什么？哦，好，有感而发啦，哦，可是我照着老母咧这个父母咧讲，我这条是身份的光明大路，哦，这个金属嘛，哦，就是由上天甲下天，哦，为了要拯救分众生，互伊回归自性的这个观点啦吼，搁再来就是栋梁才能大任承担大任吼。其实这个大道无
无离开世，无离开人间啦，吼，伫咱人间多工使命嘛，吼，多工使命摄真团嘛，吼，无离开咧，吼。但是这个重任爱落啥？就是咱百姓，咱这个人心，身躯无体啊，对不对？伊等去啊，师尊师母拢等去啊，拢归靠伊啊，一定爱回咱的身躯，哦，啊，笑着啦，天数人办，哦，天嘅代志人爱去办，吼，哦，动用是啥？毋是官员，哦，毋是藩士，哦，是啊，会当扛道、护道、行道都之人，这种叫啥？叫做动用，哦，栋梁之才，毋是去接触人，哦，毋是增强好事好胜，哦，啊嘛是推过人功的人对哦。是安怎呢？是，你若家己食苦，会开始付出，会轻谦虚，会当守本分，真正当会当承担这个天道的代志。哦，这叫做动用。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今日逐个亲口以上，拢是道场的栋梁。什么叫做栋梁？迄梁，栋才算梁啦，吼。我去查迄网络啊，讲什么叫做栋？我知影梁就是这支大片嘛。但是伊咧解说就讲，迄支栋较早期叫做栋，尾啊从啊迄个改做叫做梁啦，这上梁上梁啦吼。所以其实栋就是梁啦，这栋梁啦吼。成大任者必成得自己，成得自己啦吼。哦，伊讲啊，你拄着委屈，你爱去承担，你爱积福，你嘛爱去承担，你爱初心，袂使叫失去。哦，你外境的纷扰，你袂去随波动，因为这种咱伫修道当中，大家在拄着，个人遇着考试都拢无相像，敢是安尼？大家拢无相像，所以呢，人我相分，你爱有平衡就对了吼。安尼你若当安尼，毋免讲啥，讲我咧承担代志，因为正人自会活过来，得依靠你就对了吼。所以，迄个孔姓就会讲，伊拄着啥？拄着困难有济吼。人讲消极发大，吼，互安尼弱小迄个苏家之犬，敢是安尼？伊有放弃，伊无放弃，哦，因为伊记着一句啥？记迄圣，较早伊咧拜访老子的时阵，老子也讲一句话，讲君主得其时，君主得其时则驾。你若得到迄个天时地利吼，时运到啊，你爱择驾，驾是驾车啦，你买啊吼，买啊险的吼，去个推行仁政，迄个推，就是讲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君主不得其时，则朋类而行，讲你着爱随遇而安，爱修哦。啊，是有你毋免强出头对啦吼，所以呢，以德服人吼，以德服人，以行感人吼，修道就是要培德，德行道德吼，道德着爱行德吼，爱培德吼，所以呢，以德服人，以行感人，用咱的德行来。幸福啊，不是以咱服人，啊，不是以利服人，啊，所以以德服人，以行感人，啊，心保持且清净之心啦，啊，所以呢，在这一盏不灭的火灯，哦，所以火灯呢，做，这是咱这个父亲哦，咧学，哦，因为咱房间的书。
虽然是点啊，是伊逐项做，扫涂骹、清电锁，互啊去内部啊看伊咧念手机嗰啲啦吼，啊，迄咱若看着会感动袂？对啦吼，啊，困吼，所以叫做以形感人吼，所以这叫做淬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啦吼。所以里面注呢，他跟他讲的哦，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华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话就是讲，你当面你代志，哦，上天要将代志交你，一定要去考，啊，无迄个无考就对啦，哦，所以会甲你有当时甲你考到吼，你东倒西歪就有哦，但是啊，咱来承受得住对啦，吼，所以呢，因为你伫真迄个啥，真安逸的，吼，安逸的心风。所以讲，生以忧患，死以安乐，哦，成就在忧患，哦，败在安乐，哦，所以呢，你看，这是科那个改变的哈，一个要成大任者，就是时间在讲啦，在讲科研的哈，所以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哦。苏大仙就甲咱讲的吼，讲万千之中不为细小，垂天之意不作尽灰。啊，这句话就是讲大才要小用，要大气大用，迄个当今呢，遐老天的迄当时迄个伊苏某，迄讲啥物杀啥物种的。几啊十万斤就对啦吼，嘿啦，迄啦考者吼，规个拢听着吼，调即咱咧庙拢个啊，迄暮鼓晨钟对不对吼？迄个讲就是叫互咱知影切记对啦吼，所以讲不为细小，就是讲要细声吼，垂天之意不作尽灰，就是讲。大气大用，迄只大鹏鸟，伊飞毋是咧飞离了，而且飞过迄头前遐，飞咧肚前遐，毋是像咧赤鸟啊吼，而且飞到遐安尼停咧，伊飞呢飞9万里，即个环途对啦吼，安尼飞向南方，南方代表光明就对啦吼，所以垂天之意不作尽灰啦吼。秉烛光光，天下利，言之以道，亦平治天下者，当今之事，舍我其所，所以咱要尽众生伫遐平平，咱来尽力啦，不管你有啥，有真大学识，有财富，但是呢，无常来拢无对，就敢若咱听着迄个故事讲。迄个博士甲尊讲吼，你也袂铁学，也袂数学，你的人生就拢无意啊。一个风啊拍着迄个啥船啊破咧吼，伊就看救命。尊讲你迄个收水袂拄个啦，伊讲你若袂晓收水，你的性命拢无了。所以咱性命上重要对啦吼，就是迄五灾啦吼，暮鼓晨钟，还乡结路吼。这个王阳明提过，41年睡梦中，而今行眼属朦胧，不知日已过天午，岂向高楼撞小钟。这就是迄个理学家王阳明，伊拄讲咧睡前偶成的，困起后有感而发写的吼。伊讲经过40年了啦吼，拢伫遐迷迷糊糊对，一日过一日，一日过一日，伊这毋是真正
毋是真正咧讲啊，咱人咧困困死就当去啦吼，无迄若困死就当吼，毋免困死就当啦，迄个啥，较早一个王什么王小明吼，伊困来几十，要困30、40当啦吼，啊，伊讲41年岁当中，就是讲伊个日子过是像咧，像咧困笑笑，拢无觉醒吼，所以人经典啊，孔子啊，甲咱讲。40而不惑，40而不惑。这王阳明伊讲伊有经过40年对啦，伊生到迄个40几年啦，都那是地位无开就对啦，讲着亲像咧说好，咱就是讲啦，拢伫遐珍贵，伫遐名利恩爱，伫遐追求这个外在荣华富贵。这就好亲像咧迄个，毋知影觉醒，所以讲，至今这目睭已经开起来、切起来，但是还看无啥清楚，还阁回味就对啦。虽然有看着哦，但是还阁回味。咱有这感觉无？咱若开起啊，向切，你若切起，你就去唔能去，爬起门头就。坐啊，敢是安尼？人拢有咧甲咱教讲你若爬起来、坐起来你爱坐啊，目睭你是要个哪叫晒火咧？看袂足清楚对啦你爬起来迄个意识还未集中的时候，你唔能停了比如讲额间形影属不知自已过天，我唔知影讲迄个日头已经。甲迄个地方对啦，入正当中这是咧甲咱讲啥？讲天时咱即摆无味交替，敢是无味交替，敢是多利用？咱讲这个大规地129800年，正多行到迄个要到尾多入正当中对啦。停午就是有迄个午时，嘛是多迄个舞会要交替因咧神功圣神功经都6万多年对啦所以你要切了伊知影伊经历所以咱变去迄官老对啦，高楼要去啥？要去弄钱要去弄钱的目的啥？家己已经自觉嘛，对不对？落刷来爱甲他，敢是？清楚甲他所以圣父咧甲咱讲就是啦，讲睡梦中是众生的常态事门路就是一个角色到达切起过天无就是天时已经转转小中就是讲伊要承担迄个责任，要唤醒众生，唤醒迄个兄弟姊妹，拢甲叫精神无妙对啦起向高楼望撞小舟，上钩昏睡众门楼，众令入目醒犹等，不信人间耳正这句就是这头一句拢一个起向高楼撞小舟但是伊看伊爬起来去你要弄清的时候，伊看到众生拢遐咧卖歹，大家拢遐咧困，大家拢咧困就对啦咧困就是讲还搁咧做梦目睭起叫啥？叫做做梦对不对？敢是有咧做梦？目睭开起来，敢是有咧做梦？做啥梦？哎，若咧讲较好听，讲叫做理想，叫做标咱圣人甲咱讲叫做妄想对不对？梦想所以讲大家拢还搁咧困就对了。迄个懵，就是啥？就是迄个意识，咱人咧困的中间困到很深邃，迄个意识不清楚。但是头前迄个朦胧就是目睭已经天开啦，但是还搁
黑黑，人讲黑，有即个黑黑，有啊，看这个菜龟，迄个朦胧甲朦胧无啥物意思对吧？一个是目睭啊，一个是心啊，头前迄个是目睭，目睭黑黑，但是伊看到重心是迄个意识也不清对啦，讲上多昏睡正浓浓，众令入目行罗等，不信人间耳正浓。伊讲虽然是迄个夕阳要西下，日头要落山，因为入正当中的时阵，过天有入正的当中，即摆来就走伫迄个西面啦五就走到尾味啊嘛，味会嘛味会叫做味来分，所以咱即摆五会五味交替，咱若迄个以字来讲，就是啥？就是夕阳，你开始西下。咱即我看过咱即摆拢60、70、少年郎对，对不对？迄种叫做日落西山，巴暗洞下，一个一口肺人做，一个一口肺人听，目睭也搁有看，耳仔搁有听，骹也搁会行，咱就行了迄就是咱用啦所以众令入目醒罗，夕阳已经西下，夕阳无限好，来咧，可是尽还温，互我嘛即摆感觉即摆人生70大在世人生70才知死，才要死因为已经有日落西山了虽然坐车看过，咱这个咱台湾坐车我唔免住去迄个奇美博物馆也唔免住只有做个放纵要享受从解跟车无相同无通想讲迄福利国家拢坐车免钱的不用干的所以迄个好事袂当久就对啦从无解决我算算讲，咱第若是钱钱算1箍的，我咱第算算我即摆批一个搁10单真实在7单充偌济，一单350日，10单就是3650日，对不对？一日算1箍，算起来多少啊？充偌济？3650箍，安尼有济无？无济啊本来强项的原来会强项的所以讲钱无重要，有咱足重要的要用到咱困有咱的所以呢，伊讲不信人间耳尽，我这个进讲咧大家就切听伊耳通拢无听到对啦所以迄个讲这个是为着啥？为着啥？为着咧做梦的人咧讲，毋是为着迄个已经背的人咧讲终为疑行者而语，而为人在梦中的语而敲。终使天时一往，只要一念回头，那个无生了。人老认识说为时不晚不敢说人人必死但切不会断定说大家拢有听的给一定给叫所以先觉者的责任就是不再唤醒多少讲的讲为要背起来，要背起来，对了所以既然已经醒来，就要活咱活咱即摆爱讲清楚听终生空处幻迷人，还照方出本性真。莫问菩萨何方住，回头观己其光阴。讲这个众生呢，空处啦
是咧叫迄个做人就对啦吼。烦躁就是讲，你若回光返照，你就知讲你的真人住伫遮对啦吼。哦，菩萨住伫遮，你毋免讲我菩萨伫倒遮，因为你若回头就是关注在菩萨的观音嘛吼。你的心里对啦吼。接下来就是气不回，饭不睡不醒，不恢复逃不掉，这滑稽的，迄个面吼啊快，你若要双数吼，啊咱有四个迄个回向，啊也是迄个大体开始的啦吼，嘿啦，啊拢个说气不回，无啊，咱摆卖甲รับไม่ตื่นให้มีหนีไม่พ้น这叫造啊，对这个หนีไม่พ้น，就是讲哦，去了不回。睡了不醒，不恢复，不逃掉。你因的解释咧讲说，死，这个第一个死啊个个吼。但是我甲解释，我甲解释了了，迄意思咧讲意思吼。去不回就是讲你毋知影回心转意，吼，毋知影就是会走对，吼，我走路好个。咱如见你天来到这世间。会责任是安尼，你世间对对，吼。但是咱若去了，敢捌等于？你捌等于无？去了就不回去了。而且呢，是咧不回去，伊个力量倒咧轮回，咧做袂用的，吼。所以去而不回。所以咱即摆迄个足侪国家拢有写出入平安，伊都讲吼，我若出去吼。我到家庭来啊，出入平安。讲我若开车出去，爱行出去吼，出入平安。其实毋是安尼个，出入平安就是讲你的灵性离遐来叫做出，等于叫做入，安尼有平安无？你伫遐平安来，啊有平安等于无？较早讲迄个，听讲迄个爸爸讲吼，咱今日恁吼啊，迄个平安出去啊，毋知平安等于平安。哦，所以呢，出入平安，就是讲咱的灵性。所以去了不回，哦，啊来睡不醒，啊咱卖等，就讲咱拢毋知做人，啊困到毋知困到毋知影去啊，哦毋知影请，哦，你毋知影当请，所以庙事拢透早差不多4点外，因咱是4我伫咧。我听到清楚，我4、5点钟时，我听伊咧，空啊！那大家叫伊清醒起来，伊尾空，你第一个吼，赶紧醒起来，叫毋起来，开始咧空，你甲你叫啊起来了。啊，我问伊讲，啊，这是咧敲啥意思？伊讲，你叫我起来布施，迄个西望，就是讲伊讲准备迄个靠门就是准备啦，啊，这吼，啊去跪啊，才回去跪啊，或者甲西望，就是讲拄在伊迄个波啊，迄个吼。我毋是干那，毋是迄个意思啊，毋是叫你起来啊，哦，迄是敲进。暮鼓晨钟就是咧叫所有众生，拢往定力啊！迄个空，就是讲一切都是空，来空，啊去空，能做到。哦，就是迄囡仔咧，困到毋知影爬起来，做爸爸妈妈的囡仔，会去到讲，空，头啊去面，为讲啥轻，拢有咧安尼，好。了，啊，就叫袂起来，袂有啊，赶紧来，你读册袂有啊，要上班袂有啊，哦，所以睡不醒对啦，哦，所以呢，第三个不恢复就啥，就无恢复咱个良知良能，咱叫咱拢袂离这个对啦，哦，心要照顾对啦，无恢复咱的天真无邪。迄叫做如心得仁，吼，如心道理对吧？吼，所以
恢复，咱魂卖灭，就是讲你无恢复，这是咱的本来清净的本性。哦，到尾啊，你卖魂就是讲逃不掉，你就是逃不掉，哦，走袂去对啦，走袂去，袂出啥个，咸落后面这手头，逐个来去报利用道路对啦，哦，所以呢，真就是要叫醒咱，来唤醒咱内心的清明对啦，哦。出类拔萃不足采，哦，出类拔萃啊，无玉就不足采，无玉无去互这梨花结景，无去互这外在荣华富贵去互卖，也袂去叫这个，迄个啥？特殊，就是特殊，叫做出类拔萃，哦，咱今日真好笑诶。就是伫迄个所求道理内底选起来，对不对？都是出类拔萃。前口有私心无？哦。前口有特殊无？啊。咱有去到一个点，我一摆去27岁去日本吼，迄个20几个吼，20几个年代吼。迄啥呢？九个人咧吼，足同情看，嘛足可怜咧。哦，我足可怜对啦。饭店吼，用啥？迄个一客来迄个豆腐炒两毛丝，啊，食得都有味。哦，一碗白饭安尼，伊咧，来，做伙啦，等于到请假啦。因遐人咧可怜我一个，我嘛咧想，我一个人咧可怜你19个对，哦，迄个对啦，咱看是足孤单对啦，但是咱若是，咱真正出类拔萃对啦吼，无小，惊人无小声，惊人无小声啊。既知林注于走兽，凤凰注于龟鸟，泰山注于丘陵，河海注于行道，六语圣人注于女儿，亦六语出于其拔乎其罪，助生灵来为有圣人同之啊！你讲迄机灵含迄个四胎哦，白拢遐少哦，但是机灵有较贵气哦。伊是必须的头的吼，红嘛小小咧，做白面炒风，遐飞行咧，红线出去吼。泰山甲迄个小山轮啊，啥物较宝贵？咱当年大山内底多种啊，吼，遐若土轮啊，迄土咱迄倒位啊，迄吼，迄嘛土的吼，但是呢，无紧啊，吼。河海甲迄个河咱的陆地，河水啊，迄窟仔内底拢有水内底，吼，含咧比的，大海的水是毋较济，吼，迄是比伊的量啦，吼，就是讲无相像所以性质甲咱有相像，吼，像咱伊的生性，咱来做，咱来了解到对。因为咱百姓若是咱家己为财神不清、财源不减，是咱我咱袂来去了吼。所以咱今日给咱来请教上叫做出于其类，拔乎其罪吼。哦，助生命来为有生命同出吼。讲对有认为哦，无人个德行是同出者叫咱保佑吼。有啥时间啊？百寿。千情各有情啊！其影后立不随尘，泰山一座苍天堑，江海千川纳树，出类岩灰求其意啊！拔萃只为度一经，若教天下风波时，燕州人皆宜出身。跟伊头头我在大湖啦，迄个山啦，迄个啊，
就是讲，迄个特别较粗头迄个水尾吼，迄就是要标新立异对啦吼，对啦，是个叫做干乌，为着干乌，为着啥？为着要甲他猪肝，为着要甲他对吼，所以啦，天下啦，吼。来当互天下所有的这个这风波拢对啦，无灾无难啦吼，伊完全人间的动对啦，所以就是阮会讲，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方因传四海。福德不是靠人济啦，不是咧靠谁人多势众，是咧心心相印，到处地人，不如咱伊会当来心心相印，因心印心，伊会去感受，了解圣的意思，了解上天降下的这原理，所以以为识别其用意，文章意，因同四海。天本这基本面都讲完了吼，就是讲要传福音，就是要将希望互咧全部人，伊咧无希望，咱会当了解世人相道，将光散互黑暗的人，将花解的路，互迄个迷路的人对吼。讲咱就是现代经他，无一定爱讲足侪话，但是爱交情。以身作则，比你多出个人较紧，比你做讲道理较紧，做无正，伊讲你心就安尼，感谢咧。所以一定要最重要行得正，互人来快乐。我要是安尼要叫做传福音所以咱就是亲像迄种读众生就伫遐咧迄个经他伫遐注意快乐，迄个目标，要咱离苦这种目标所以定不苦必定爱定，自然就咱活落去了没啥时间。所以一福音最多换不醒，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因为卖丢袂较简单恶习之下，恶习之下自定义，恶酒强悍笑悲，苦海茫茫因缘花，离开一点就离心迄个恶习之下，民主内底讲恶习之下，你想请你宴菜有请你饮水，咱叫你来搬，你拢唔搬啦，对啦，恶习，无来担心就对啦，就是我天天道歉对啦，要顾这个顾我这个臭的对啦，那个恶习之下，恶习之下，自今年你就叫迄个泥土在英文对啦，恶酒强悍，迄个民主讲恶酒强醉，我总无来啉酒头一摆听，但是天天一杯啉叫做恶酒强悍，笑意唔知影请谁啦，苦海茫茫有缘花，就是讲这个这个苦海的，这个苦海的，大家拢知影，是有烟有者一世过一世，这你落去都非常的苦，但是你都唔知影请，要叫你搬走，你就唔搬啦，对啦，安尼意思就是迄个恶习之下，你根本讲要做，要补助的款咱叫你搬你唔搬，就是咱叫这习气环境执着惯性你要放袂落去所以你若一定要较清楚，就 OK 了就是刚好对时间出去讲明是讲小讲全
所以修炼的哈，是靠德性，是靠原因的哈。你已经在佛教路上，哦。佛教路在哪里？答案不是在远方，就在你此刻的一念正心。道本不言，因缘有也；道本不思，